竟然给我门打开了，这下不得了，这下我真的要把门大力关上哈！谁叫你出来的？谁说的？你怎么可以开门？这还得了？这还得了？真的开门了啊！哦，你真的这样子可以开门还得了啊？你这样子半夜开门，这还得了啊？坏小孩，坏小孩！现在变成这么强壮，那个手指这么抓抓抓的，这个门真的是完了。我再大力关起来，再大力关起来，不可以打！你干嘛一定要睡我房间？不行，你晚上就要睡这边，白天可以让你出来。你的妈咪他们不出来玩，我就让你出来。谁说你可以这样子的？不行，在这边。